既然係自己選擇嘅道路，就必須貫徹始終，唔可以期望他人嘅幫助。大家好，我係 JP，今日我哋要講嘅作品係《彩雲國物語》。乘着風傾，乘着風傾，聽誰故事？傳遞中可有誰會意？如在花飄散才看見，一生我信的只有你。《彩雲國物語》係一個講述虛構國度彩雲國嘅故事。彩雲國係一個有住中國風宮廷、中國風服飾，甚至係中國官職嘅國家。大家可以當成一般嘅宮廷動畫嚟睇。我哋嘅主人公洪秀麗出身於名門洪家，但係面臨家道中落。佢為咗成為女官吏呢個夢想而奮鬥。佢喺故事入邊慢慢認識好多唔同嘅人，並且逐步實現佢嘅夢想。為咗幫補家計，洪秀麗做咗私塾嘅老師。佢同13年前屋企收留嘅靜蘭周圍打工補貼家用。如是者有一日，朝廷三司之一嘅蕭太師突然間嚟到洪家，佢想將一個任務交託俾秀麗，並且開出黃金500兩嘅優厚報酬。而秀麗一見到報酬，諗都冇諗就即刻應承咗。原來呢個任務係要入後宮做貴妃半年。就係咁樣，秀麗就進入咗呢個行兩步就會撞到一個靚仔嘅地方，一個似係佢嘅後宮多過皇帝嘅後宮嘅地方。秀麗喺宮中入邊認識咗左御林軍將軍藍秋英同埋吏部侍郎李鋼游，但就一直都揾唔到皇帝。直至有一日，一個衣着隨便嘅男人突然間出現喺秀麗嘅面前。佢雖然假冒將軍藍秋英嘅身份，但秀麗即刻就識穿咗佢就係皇上。見到呢個不食人間煙火、唔明白民間疾苦嘅皇帝子劉輝之後，秀麗決定要好好教育呢個皇上，令佢成為一個明君。喺第二日，秀麗決定帶佢出城，喺幫街坊看鋪嘅時候，子劉輝見到同佢想象唔同嘅民間。秀麗喺呢個時候向佢提起8年前皇位爭奪嘅事。皇位爭奪令到民不聊生，好多人餓死。為咗拯救百姓，洪家將佢後院嘅果實同埋魚都分俾人民。自此之後，佢哋嘅果樹唔再開花，祠堂入邊亦都冇半條魚。聽到呢段往事之後，子劉輝決定要親政，改變人民嘅生活。於是佢慢慢咁樣向秀麗學習。洪秀麗入宮1個月之後，劉輝慢慢有所改變，開始每日親臨早朝。而劉輝見到靜蘭同埋秀麗嘅關係好好，於是非常妒忌秀麗可以同靜蘭咁接近。sorry， 係非常妒忌靜蘭可以同秀麗咁接近。劉輝好想拉近同秀麗嘅距離，於是每晚都去咗秀麗嘅寢宮。佢每次都用唔同嘅藉口解釋，令到秀麗迫不得已，只好俾佢喺自己嘅房入邊就寢。喺之後，秀麗發現劉輝根本就係假扮昏君嚟呃佢，佢嬲到想出宮，即刻翻返去娘家。但係聽到父親邵可講起劉輝細個悲慘嘅經歷，又諗起之前喺酒宴當中，劉輝幫自己飲咗毒酒嘅事，佢決定留喺劉輝身邊，繼續支持佢同埋輔助佢。劉輝為咗秀麗而參加比武大會，佢希望攞到獎金嘅黃金100兩送俾秀麗。喺對上靜蘭嘅時候，劉輝從靜蘭嘅劍法發現佢就係當初最錫自己，但之後被流放嘅二皇兄。兩個人終於相認，但因為想繼續來往而保密。但係秀麗就誤會咗佢哋兩個中意對方。劉輝命令藍秋英暗中調查之前落毒嘅兇手，同時藍秋英嘅天才細佬藍龍年嚟到宮中，佢奇裝異服而且性格怪異，搞好多麻煩出嚟。喺最後，只有秀麗好心收留佢返屋企住一晚。而喺同秀麗嘅相處期間，藍龍年慢慢認定咗秀麗就係自己一生入邊嘅知心好朋友。睇見劉輝越嚟越成熟，秀麗認為自己嘅任務已經完成。就喺佢收拾行李準備翻屋企嘅時候，竟然俾人迷魂捉走咗。藍秋英同埋李鋼游查出幕後嘅主使者係朝廷三司之一嘅查太保，兩個人因為咁樣而去捉佢。而劉輝就為咗救秀麗而一個人前去仙洞省。查太保希望靜蘭可以取代劉輝登基皇位，但靜蘭就堅持拒絕，但佢就俾查太保迷魂。喺呢個時候，秀麗嘅父親邵可，原來佢嘅真正身份係暗殺集團嘅首領克洛，佢突然出現並且救走靜蘭。佢同查太保講，佢嘅陰謀已經因為豬隊友宮女香菱而暴露，而受傷嘅查太保即刻逃走。另一方面，劉輝英勇咁樣打低刺客，並且救翻秀麗，但係中咗毒嘅秀麗就奄奄一息。呢個時候，劉輝同蕭太師提出等佢成為國師嚟換取解藥，而秀麗嘅父親邵可就指出成件事都係因為蕭太師逼查太保而導致嘅，佢表示終有一日會殺死佢。喺最後，蕭太師揾到受傷嘅查太保，佢恢復成原。
佢哋反而更加努力做好自己嘅工作向上爬。另一方面，李鋼柔見到自己嘅養父洪黎森非常着緊秀麗之後，佢諗起黎森一向對自己好冷漠，亦都冇將洪姓賜俾自己。佢認為黎森並唔重視自己，但係喺藍秋英同埋正蘭嘅幫助底下，邵可揾到鋼柔，並且對佢講出洪黎森唔賜姓俾佢嘅原因，亦都解開咗佢嘅誤會。新入宮做事嘅秀麗同埋影月不斷咁受到好差嘅待遇同埋欺凌，連皇上都無能為力，只可以暗中咁樣保護佢哋。但係佢哋兩個總係面帶微笑，努力咁樣完成工作，令到宮中嘅官員慢慢對佢哋開始改觀。而佢哋兩個喺整理資料嗰陣，發現咗禮部入邊有一啲奇怪嘅地方，佢哋兩個決定聯名提出報告。但係喺休息日嗰陣，秀麗接到蝴蝶寫嚟嘅邀請信，於是佢同影月一齊前往恆河樓嗰度，但係就被包圍並且軟禁。正蘭就算在場都唔可以保護好佢哋，只可以眼白白咁樣睇住佢哋俾人捉走。呢件事令到佢想要更加多嘅權力同埋地位，以保護好重要嘅人。軟禁秀麗同埋影月呢件事，原來係禮部嘅蔡尚書做嘅。佢因為不滿洪秀麗入宮同埋影月拒絕咗佢嘅提親，所以佢向佢哋兩個發出復仇。佢製造咗之前查太保嘅戒指嘅假貨，佢用特登謠傳秀麗係靠作弊先考上進士，並且係洪黎森喺背後指使嘅。佢將洪黎森逮捕，並且唔俾佢同秀麗出席調查會，令到外界以為秀麗因為心虛而唔敢嚟。佢藉住呢件事想要陷害秀麗同埋打擊洪黎森。面對蝴蝶嘅背叛同埋蔡尚書嘅陰謀，楚雲閣首位女官秀麗嘅命運究竟會變成點呢？如果你哋中意我嘅片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我係 JP，我哋下回再做。還在意想不起的初衷，心中思緒不通，不想再次葬送，再難形容，仍會想輾轉反側入夜夢中，想牽手一起哼唱那首歌。